人的必修课是用心祷告神，反省自己。信神最该注重的是实行真理，大道办事有原则。信神该有的良心，就是忠心尽本分，完成神托付。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，爱神的人最诚实最高尚。爱神为神花费，永不后悔，永不后悔。真心爱神，才能高举神见证神。爱神最蒙神祝福，爱神最有意义。信神蒙拯救的道路，是追求真理，顺服神做工。信神最根本的功课，是接受审判刑罚，修理对付。信神最根本的实际，是进入真理实际，做诚实人。信神最高的实行原则，就是以顺服真理为天职。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，爱神的人最诚实最高尚。爱神为神花费，永不后悔，永不后悔。真心爱神，才能高举神见证神。爱神最蒙神祝福，爱神最有意义。信神最大的失败，是跟随崇拜人，受人辖制。信神最该牢记的，是永远不背叛神，不抵挡神。信神一生要遵行的道，就是敬畏神，远离恶。信神的最终目标，就是能认识神，见证神。爱神才是真实的信神，爱神的人最诚实最高尚。